哋主題係歲月城鄉後的永利街。我係組長鄧子南，我嘅組員有何浩庭、羅俊熙同埋蔡樂津。我哋老師係林建恒老師，而大哥哥就係科醫班嘅譚俊傑。我哋今日嘅匯報會首先同大家講下永利街嘅位置，然後就係永利街嘅歷史，再跟住會講永利街嘅現況，再者就係問卷調查同埋分析結果，最後就係我哋組員嘅感想。永利街係喺香港上環嘅一條街道，位於香港上環南部邊列者士街以南嘅位置。就喺呢度落車，經由呢條樓梯落嚟，然後打橫我哋就可以去到永利街。我哋喺網上揾到一條短片，係關於永利街嘅外貌。大家可以喺呢度見到啦，呢度所大部分嘅人差唔多都係嚟呢度拍照留念或者係嚟參觀，而唔係居民。喺我哋嗰日做問卷調查嘅時候，我哋睇到居民已經得返係3幾戶。而我哋面前嘅呢幾棟樓，我哋去問卷調查嘅當日，已經睇到已經翻新成為香港大學研究生宿舍，保留香港60年代特色原住民嘅柏林影展得獎香港電影歲月神偷都係喺呢度取景嘅。而當我哋到達永利街嘅時候，我哋發現頭先相片中吳君如同埋任達華嘅住所原來搭建出嚟嘅。我係何浩庭。我哋經過呢個專題研習，再加埋網上嘅資料，加埋我哋專題研習都翻嚟嘅資料，我哋有4大發現。發現1，永利街嘅居民已經少之又少。我哋做嘅訪問裏面有27份，但只有5份係喺永利街度住。發現2，好多住客都覺得《歲月神偷》播出咗之後，都多咗好多人嚟永利街度參觀。我哋做完專題研習先知道，原來永利街都有其他學校嚟做專題研習。呢幅相就係其他學校嚟永利街做專題研習嘅情況。無論中學生定係大學生都會嚟永利街度專題研習。呢幅相就係大學生喺永利街某一個印刷鋪裏邊影嘅相。根據一位唔願意透露身份，但又非常熟悉永利街人士嘅資料，話俾我哋知，喺我哋進行專題研習嗰日嘅朝早，有一團多達100幾人嘅旅行團嚟永利街度做參觀。平時仲會有啲老人中心組團嚟添。依家永利街已經係成為龍友嘅拍攝勝地。呢2幅就係我哋喺網上邊揾到喺永利街影嘅相。喺訪問當日，我哋都發現，我哋發現到永利街原來就係有一班被遺忘咗嘅人。而呢啲被遺忘咗嘅人呢，就係受改建影響而未搬走嘅永利街嘅居民。我哋當日喺永利街睇到呢幅喺牆上大字報，就係關於永利街居民對市建局嘅不滿。佢就係話市建局成立咗360萬收地，而冇做到，就話市建局隻手無遮天，包庇危害小業主。保障小業主嘅權益。我哋再睇呢幅相，呢幅相就係關於永利街居民內部嘅情況。可以見到永利街居民居住嘅情況非常惡劣，單位面積好細，有時一啲衣服只可以掛喺牆上，而雜物只可以擺喺床上面，或者碌架床最頂。呢幅相都係喺網上揾翻嚟嘅，就係關於永利街嘅居民居住環境。可以見到喺幅相裏邊，天花板嘅石屎已經剝落咗，可以見到永
貢利街居民居住環境係十分惡劣。最後，我哋就係我哋每一組人嘅感想。首先，交由鄧之能。我嘅感想就係經過呢一次專題研究之後，我哋知道原來每件事都唔係單獨完成，而係靠每一同學同我一齊合作，包括組長仲有大哥哥，仲有 Miss Lam 林建霞老師，先可以同我哋每個組員溝通好，做得好每個工作。喺呢個專題研究裏邊，我為咗要同我嘅組員合作，唔堅持做自己嘅事情，需要接受嘅組員要總係脾氣暴躁嘅，做事要按部就班，要一步登天，亦都學到更多有關專題研習嘅知識，例如訪問嘅技巧同埋點樣去做一份好嘅問卷等等。我好感謝我嘅組員老師同埋我嘅組員。